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6章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去杀扫罗，无爱伊搁做以色列王。你要为着伊忧伤偌久？你用油甲角缀好满，准备出发。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。我伫伊个囝中间已经拣一个要做王。撒母耳讲：我哪通去？扫罗若听着会杀我。上主讲：你带一只母的牛仔去，讲你是要去献祭互上主。你着请亚西来负即个祭事，我要指示你应该做的事。我甲你指示迄个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做王。撒母耳照上主的话去做，去到伯利恒，城内的长老拢皮出来迎接伊，讲：你敢是带平安来？伊讲：是带平安来。我来是要献祭互上主，恁着洁净家己，甲我做伙负祭事。撒母耳就甲亚西甲伊个囝洁净，然后请因参加祭事。因来的时，撒母耳看到以利押，心内想：徛伫上主面前，即个一定是伊所选立的人。毋过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毋通看伊的外表身材大汉，我拣的毋是即个。上主得看，无亲像人得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后来亚西叫阿比拿达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搁叫沙马经过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嘛无拣即个。亚西互伊7个囝拢对撒母耳面前行过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上主拢无拣因。撒母耳搁甲亚西讲：你的囝兼拢伫遮。伊应讲：还有一个煞尾囝，伊即阵伫饲羊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去叫伊来，伊还未来，咱无要坐倒。亚西派人去叫伊来，伊红高赤齿，目睭有神，生做英俊。上主讲：即个就是你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伫大毕遐兄哥面前，用角内的油甲伊抹。对迄日起，上主的神完全支配大毕，撒母耳就出发倒去拉玛。上主的神离开扫罗，就派神对上主遐来，互伊去行刑。扫罗会认神对伊讲：敢有歹神对上帝遐来互你行刑？请王命令军队里的部下找一个熬弹琴的人来，安尼对上帝遐来的歹神来时，叫伊弹琴，你就会好。扫罗甲伊的人神讲：恁甲我找一个熬弹琴的，甲伊带来我遮。有一个少年人讲：我捌看到伯利恒人亚西一个囝熬弹琴，伊是勇敢的战士，口才好，外表英俊，搁有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找使者去见亚西，讲：请你去叫迄个伫顾羊的囝大毕来我遮。亚西就叫伊的囝大毕用炉仔载真济饼、一批地酒，甲一只山羊仔，带去送扫罗。大毕到扫罗遐，甲伊侍候，扫罗真疼伊，拣伊做侍卫，替扫罗举军器。
扫罗找人去甲亚西讲：我真介意大笔，请你互伊伫我身边侍候我。答辩对上帝遐来的歹神临到扫罗的时，大笔拢会弹琴，扫罗心情就轻松，恢复元气，歹神就离开伊。